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房地产确实不行了，这个已经不是自媒体或者一些个别媒体看空的问题，而是国家统计部门给出的数字10月2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王中华对2025 9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的解读公告。什么意思就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了9月份这个房地产的一些运行情况，数字公布了，然后这个作为首席统计师王中华对这些数字进行解读。我们现在看解读公告显示2025年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同比降幅继续呈收窄态势。那我再解读一下，就是1线、2线、3线、4线城市商品房价格环比都是在下降，同比呢还在下降，只是降幅呢降低了。我们再反过来思考那它环比下降，那降幅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他没说。那后面他说，你看环比同比是下降，但是降幅减小了，收窄。那我们要逆向思维那就是环比加速呗。如果环比降速也是收窄的话，它那一定得说这报喜不报忧嘛。所以同比降幅也下降了，但是它降幅收窄了，这个重点说一下。那环比呢，降幅是收窄了还是扩大了呢？这个咱先别提了，反正是下降，是这意思吧？好，我们具体看他说环比方面，9月份1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扩大了1线城市环比的降幅扩大了。我们再解释就是叫加速下跌，其中北京和上海分别上涨 0.2 和 0.3。一线城市就北上广深环比房价是下降的，而且下降的幅度加大，也就是加速下降。但是4个城市里面，北京、上海还是增长的。数学不太好的人也应该知道就是那就意味着广州、深圳是加速下跌呗，那加速中的加速，能这么理解吗？要不然北京、上海是在上涨的，完了一共4个城市合着加到一起变成下降，而且速度还加快了，那只能说明这个广州、上海、广州、深圳那是以光速下降。当然打个引号这光速有点夸张，就是降得很厉害，把北京、上海的做的贡献都给抹掉了，完了还加速。好，你看后面说了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0.6% 和 1%。你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0.6%、1%是什么意思环比环比下降 1%， 那你一年下来你就下降 12%、10%几，这一个月就下降了 1%。这是深圳广州是 0.6%， 这是国家统计局给的数字这个不是谁唱空，对吧？这小粉小红老说谁唱空房地产，那你要说就说国家统计局吧，对吧？这么多年自从恒大暴雷以后很多媒体自媒体，对吧，坚持说一说这个房地产的一些忧虑，对吧，隐忧思考或者是现象，被人称之为唱空楼市。现在是统计局给的说这个也符合咱们一直来的观点吧。我记得在6月份、7月份我就说了，这个后面叫加速下跌这不就验证了我的判断吗？这是不是在加速我们也没有什么数据我们就是跟着媒体报道，对吧？跟着这些官方数字，跟着外面的表现，蛛丝马迹，咱们逻辑推演得出来这么一个结论。这事实证明咱们不是在唱空，对吧？这事实就是这样。你看统计局大大方方承认了这个加速下跌，这能叫止跌回稳吗？我又想起了这个去年9月份、10月份的时候某些经济学家说1线城市楼市稳住了，我可以这么说，大家还记得吗？我当时就做的节目，我说1年以后再看。这专家真的是感觉在云端不接地气。现在是加速下跌那我们也要分析分析为什么北京、上海在涨呢？这个确实因为北京、上海的豪宅一推就卖掉了，对吧？这也是事实。这说明什么问题第一个，有钱人还是有钱，有钱人的配置，对吧？在中国恐怕也就北京、上海了，他那么多钱，他还不能像咱们一样的存银行，那没法存，对吧？他也不能买股票，他是辛辛苦苦从股市割韭菜割来的钱，好不容易套现了，你让他再去买股票，那不如杀了他呢？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必然就会拿一部分去买那个核心地段的豪宅，你就越豪宅他越买，对吧？所以上海那个8000万一套的房子，这个是吧，1.6亿一套的房子都是秒光30万一平米的房子秒光。第二个就是确实北京、上海它还有限购没放开反而成了一个保护伞，就是想象空间。相反广州、深圳它已经脱光了也就那样了，所以
以没有想象力了，反而就不行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一旦所有的政策都用完了，很多人觉得，哎，你还不涨，对吧？还稳不住，那大家更害怕了，跑得更快。深圳虽然还没有完全放开，它相当是放开了，对吧？那它连那个罗湖都放开了嘛，就福田和南山没放开。福田、南山估计你要真想买，有办法，我只能这么说啊。所以就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你要仔细分析，就有这么一个心理现象在里面，就是你看北京、上海还能稳得住，新房还在涨，对吧？它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豪宅在涨，把它房价给扭曲了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能不说正因为它还限购还没放开，所以它还有那么一点点遮羞布啊，就是想象空间，所以这也是撑住它的一口气。而广州、深圳啊，它已经完全放开了，所以说反而跌的，这就验证了过去，对吧？咱们一直说了，说过去为什么说，你看一线城市为什么不放开限购啊？就是害怕放开了限购之后不管用，会加速下跌。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吧？但是很多人都这么分析啊。那你看啊，他为什么不敢放开限购？一放开限购，一发现不管用，那就会加速下跌。反正这个啊，多多少少在广州和深圳身上已经有所体现。但我们也不能说全是这个原因啊，也不能那么极端了。但这个原因之一，很多炒房的绝望了，对吧？本来炒房他在顶着，还在那扛着，对不对？觉得你要放开限购，会有很多人来抢，那只要人一多来抢，那咱这房子还得涨，对吧？我着什么急呢？我先扛。现在一看政策都用完了，它也没涨，这些炒房的扛不住了，纷纷啊叫夺路而逃，杀价套现，没办法了。当然了，恐怕还有其他原因啊，大家自己去分析一下。总之，这个一线城市，你看啊，在北京、上海新房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居然是出现了加速下跌。也就是说，广州和深圳惨到什么程度？那二线城市呢？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4%， 降幅扩大 0.1个百分点。那二线城市加速下跌啊，我给它翻译一下，是吧？就这意思吗？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4%， 降幅是上月相同。就是三线城市，反正它也没加速，就是匀速啊暴降，反正上个月就是降 0.4%， 这个月还是 0.4%， 很稳，对吧？稳稳的下降。这是三线城市啊，其实实际上三线城市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啊。为什么呢？大家也知道，它没有什么成交啊，对吧？你三线城市你就卖100套房子，顶不上那个上海1套房子，别跟着里面捣乱了，对吧？那你起不到什么作用啊。你说鹤岗啊，鹤岗是几线城市啊？人家也是地级市啊。那一年的这个房地产成交量是多少啊？这顶不上这个上海一个楼盘，是吧？当天开盘，那成交量都比那鹤岗一个市恐怕都要多，一年的都要多啊。这我推测啊，因为上海的好的楼盘一开盘200亿，你琢磨琢磨吧，你一个鹤岗一年能卖多少亿啊？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它起不到作用啊。这三线城市没什么成交，四线五线更这样，就那数字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那我们看二手房啊，刚才都是新房啊，二手房统计局给的数字啊，9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1%， 这个又是一个，这叫加速暴跌啊！刚才深圳新房环比下降 1%， 这叫加速嘛？你看这二手房啊，一线城市整个的环比下降 1%， 这是加速啊！这是一线城市整个的在加速。我们看看，他说啊，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0.9%、1%、0.8%、1%， 也就是二手房啊，北上广深都一样，大家彼此都在降，不像新房北京、上海还在涨。刚才说了啊，你环比下降 1%， 那一年下降多少啊？也就是你去年买的房，你今年或者首付跌没了，就这个概念。你说这跌幅谁扛得住啊？二手房的2、3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0.7% 和 0.6%， 降幅均扩大 0.1个百分点。啊，也就是二手房都在加速下跌，降幅扩大吗？这是刚才是新房、二手房的环比啊。那么统计局给出了一手房，就是新房和二手房的同比那就是这一年它降了多少？你这么理解？9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个百分点，其中上海上涨 5.6%， 这上海真是独树一帜啊，这就是奇葩。上海是新房啊，你别管环比还是同比，都是涨，没办法，对吧？它就是豪宅起的作用。而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2.6%、4.1% 和 1.8%， 也就是同比北京是下降的。那北京为什么环比上涨呢？我认为啊，就是北京很有可能就是9月份呢有几个新楼盘啊，这个楼盘比较受热受捧啊，拉高了一下。你只能这么理解啊。而且现在这个新楼盘呢，它不是得房率高嘛，是吧？实际上它这一年来北京的新房价格是下降啊，下降了 2.6%， 广州降的最多啊，下降 4.1%， 深圳是降 1.8%。但是你要想一想啊，你深
圳你这一年才下降1.8%，新房，但是它9月份就下降了1%，跟8月份比环比啊，所以说这个数字就更凸显出深圳这个新房那是突然掉头向下，突然加速，也就是它前面恐怕都是缓慢下跌，没怎么跌啊，就1到8月份呢，或者是这一年12个月里面，它前11个月都没怎么跌，就是最后第9月份跌得很，那就给人感觉有一种补跌的意思，那就也吻合咱们的分析啊，因为深圳不是9月份出台了什么新政嘛，9月初嘛，那新政一出，恐怕那些炒房的就绝望了，放弃了。那新房没人去买，没人去炒，对吧？这个市场行情急剧下降，幻想破灭，只能这么理解啊。这个大家自己可以拿着数据对照着分析分析，这都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啊，你就对照着环比、同比新房是吧？一手新房还二手，然后深圳一线、二线你去看，但是环比它整个的降幅是在收窄啊。2、3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2.1%和3.4%，降幅均收窄0.3个百分点。9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3.2%，降幅比上月收窄0.3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分别下降2.7%、2.4%和0.6%、1.7%。这里面重点就要关注上海，因为上海它这个二手房同比出现下降了，也就是你在上海买二手房，你去年买的今年已经赔了这多少？6%。2、3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5%和5.7%，降幅分别收窄0.2和0.3个百分点。那整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月份的这个住宅销售价格我得出一个观点，就是印象。第一个，一线城市在补跌，而且在加速。你比如说深圳的这个新房9月份出现加速下跌，上海的这个二手房同比出现加速下跌，对吧？下跌同比出现下跌6%嘛，这是上海的二手房。深圳的新房这都是在9月份出现的一个状况，那就说明他们在加速下跌。深圳的二手房没有加速，它一直是匀速在下跌，同环比都差不多。那也就是说，深圳是同比下跌，其实还没那么大，环比下跌大，就是说深圳是进入9月份以后突然就加速下跌了。而这个上海的楼市呢，是二手房在9月份，对吧？它环比是整个的跌了6%。那新房北京、上海，新房上海是无论是同比、环比，它都在涨，这是全国独树一帜的。北京的新房呢，环比9月份环比涨了一点，但是同比还是在下降的然后其他什么二线城市就不用分析了，那这都是同比、环比都在降，你这么记着就对了。一线城市是龙头，是风向标嘛，所以总体上是在补跌吧。但是这个要记住了上海的这个新房还是一路高歌你还没有看到它什么涨不动了，要降了，没有，这是个奇迹奇葩呀！还没完你看今天我看这个媒体报道10月20号，上海2025第8批什么集中土拍举行。据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当天上午，位于徐汇滨江 WS5 单元这个地块已成功拍卖。该地块用途为普通商品房，这个地块是以44亿6500万成交楼面价148503元每平米。就是这个房子你别管它建安成本多少，反正这房子的这个每平米的这个地价就已经是接近15万了。那你说这房子房价应该多少呢？大概乘以2吧，那就是30万嘛。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税各种东西，也就这个地方的房价，这个新房到时候不会低于30万。应该差不多吧，就是也可能比30万低一些。我说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从这儿就能看出这个上海的新房价格恐怕你很难说到头了。也恰恰这才是隐忧为什么这叫隐忧呢？当大部分人为那个70、80万的房子在发愁的时候，对吧？头发掉着一缕一缕的掉，结果有人对吧？7、8千万的房子就像买菜一样抢，这个绝对不是好现象，贫富这个差距越拉越大这是统计局对吧公布的9月份数字，从这数字就可以看出房地产它是在加速，对吧？是吧？咱们在这几个月咱们节目一直说的吧，是后面要加速到年底更要加速所以大家想象一下10月份会是什么个情况，11月呢？所以要坐稳了。这个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在上一周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应该加大科技领域投入，但我们也坚信在可预见的未来，所谓的旧经济仍将是经济的支柱。出于多种原因，政府方面必须在2026到2030年期间
清理房地产行业的遗留问题。他指出，房地产对中国 GDP 贡献仍然仅次于出口，而约一半的家庭财富来自房地产。本来是70%，好吗？有这个楼市低迷，对吧？这个房价下跌，资产缩水，所以变成50%了。这大家能理解吧？本来是70%的吗？说明你已经缩水了很多了。房地产行业仍占地方政府收入的18%左右。陆挺表示啊，对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过度投资已经适得其反啊。这是野森证券的陆挺说的啊，他认为新能源这块是过度了，适得其反。那我们看看明年会发生什么，对吧？反正今年已经人脑子打成狗脑子了，但是今年幸运的是啊，目前马上就剩2个月了，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就头部主机厂啊爆雷。但是我想快了啊，明年很有可能有头部主机厂要爆雷，对吧？你看最近的这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口碑，对吧？关于新能源汽车乱象，这一切都反映这个行业内卷加剧，对吧？这个行业自身还有一些问题，发展中啊还比较粗糙，雷式营销，对吧？遭到反噬。现在这全互联网啊都是在模仿雷式营销啊。我看了很有意思啊，有卖红薯的，有卖玉米的，对吧？还有卖什么，反正卖各种产品都借鉴这个雷式营销啊。陆挺的意思啊，他认为在2026年到2030年要清理房地产行业的遗留问题。那我理解的恐怕就加速出清了，该破产的破产，该清算的清算，盖子对吧？要分批揭开。国家统计局啊还这个公布了很多这个房地产投资啊，好像其他的一些东西，其他一些数字咱们就不管了啊。今年1到9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6.77万亿元，同比下降13.9%，就是降14%。我们再看啊，这个中国经济时报啊报道说，“14·5”实现房住不炒，改革成效显著。过去5年的发展历程很不平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近日表示啊，他说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坚持深化改革，攻坚克难，着力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促转型，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为民生改善办实事。房地产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14·5”房地产领域成就主要体现在，记住了啊，咱们这5年房地产领域的主要的管理的一个成就是什么呢？是通过宏观调控实现房住不炒，应对国际国内压力保交楼，住房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后面还有很多咱就不说了啊。这是国家政策，“14·5”政策宏观目标就是实现房住不炒，所以很多人对吧，小粉小红，国家政策都看不懂，天天在那叫唤，还有很多对吧，这个中介炒房的那些大 V，天天号召大家炒房，带着大家去买房。人家“14·5”宏观政策目标就是房住不炒，要去掉房子的金融属性，你跟国家政策对着干，你能好得了吗？那些炒房的现在啊哀嚎遍野，你能赖谁呢？人国家政策都是那个早就公布了，对吧？叫房住不炒，这个我记得从2016年就开始说房住不炒，房住不炒，你非要炒，你炒，你说占了便宜，对不对？恒大爆雷了，你还要炒，那就是对吧？自作孽不苟活啊，那也没办法。实际上这些炒房的啊，早点认输，早割肉啊，早收益，不要这个越陷越深了。不要跟国家大政方针对着干，然后天天在那幻想着救市，对吧？我说的是炒房的啊，对那些刚需房，对吧？没办法的，要结婚、要生孩子、要上学的，那没招，对吧？这些人情有可原，他是没办法。有时候房地产的下行，对吧？这楼市低迷，整个建筑行业那也低迷，这就刚才陆挺说的啊，这就是旧经济，就是房地产这个，你不管怎么说，它还是经济支柱。哎，这一块出问题了，你确实有很多民生问题啊。大家看一段视频啊。采访你们这个3块钱，俺那的一个打工的，他要卖他自己50块钱，我往100块钱我买你。当房地产行业的热度退去后，曾经用汗水浇筑无数高楼的农民工，眼下的日子又该何去何从？活就是很难做，人多，建筑行业一收拢，这活路很难找。中国那3条头蛤蟆不好找，2条人很好找啊。大把的是楼卖不动，直接影响我们的工作，建筑就没活了。之后，当下劳务市场中，农民工群体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甚至有年过70的老人，依旧靠出卖体力在市场中讨生活。你是哪一年生人来着？58、67，啥罪都受过。那你现在主要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打个零工，一天能挣多少钱？130、115，最高150。还不干了直接来。虽然说2个我一天值150块钱是吧？这个没干，等于说一天值70块钱，一年下来就是6万多块钱，不到2万块钱。不到2万块钱啊！俺家里吧，腿还残疾，还不能动，还有3个孩子，我是1个孩子，2个孙女，1个孙儿，俺算是7口人。孩子也没办法去帮衬你了哈。
他还照不了他自己了。上个孩子1年学费得好几万。平常也吃肉吗？大叔在这儿，在老市场这儿吃啥？啥都没吃，就是那个馒头，那个稀饭一吃。你再吃肉才没钱。你租的房子多少钱？1天6块。1天6块钱啊！你都不知道那个房就这么块，这样坐下一个人。可以去你的那个住的地方看一下吗？大叔。好的，走，也就住在这村子里面哈。对，就这么点啊。啊，这就是您租的房子呀？对啊，它是在房子外面，相当于。对，这有多大呀？这没多大吧？这有多大？没多大，就这么大点啊，就只能容下一张板子床呗，1米也就1米，就是1米，1米呀，啊，长还不到2米用啊。这种房子啊，对呀，它是不能算房子吧？我说兄弟，我是这眼里边这眼掉的人，我没办法，我怎么办嘛？我给谁说？我给谁说啊？你年龄大，人人都有老的时候。有那老板我给他干活，那老板都说快点，我说你快点，要多快啊？年龄大了，我说你们总得有老的时候吧？那老板说我不老，我说你吃烫手肉啊，你不老。对务工者而言，身体上的高强度工作尚可咬牙坚持，下一顿饭在哪的生存担忧也能硬扛，但家人散落各地，聚少离多的牵挂与孤独，才是真正啃噬人心的痛苦。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妻离子散生活，你像我俩4个人聚在上面，一个上海，一个失踪，我们在这样，你这不属于妻离子散吗？你要给2块钱，讲不得亲人什么用的？老的小毛毛你头说句知心话，你根本得不到，一个电话就完了。这老的夸来夸去的，就夸来的一个电话，心里不平衡，很矛盾社会。其实人最大的矛盾就是生和死，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个生和死之间。原先困难，那我是感到幸福的；原先再困难再吃苦，那不叫苦。人精神苦才是苦的。你说吃不好喝不好，那不叫苦，精神苦才叫苦。你看这些人，本来他都在工地搬砖，要么就在那个人家新买的房子里面装修。他们干的活就这活啊，一天多的300，少的也150、200，小工嘛，对吧？一年吃喝除掉啊，一个人赚个10万，问题不大。就是那个时候啊，你想想嘛，他一天300，吃的也简单，住就住在工地。但是现在你看看，对吧？他就偶尔有活也是偶尔，对吧？而且价格也上不去，100多块钱。那这些人干什么呢？这些人他就往下降级，降维打击，对吧？他就抢别人的活。那什么扫垃圾的，对吧？扫大街的，那扫大街的干啥呢？干保洁的被淘汰了，对吧？竞争不过人家，那他们就回家了。回家了干啥呢？回家了就跟那个收割机抢玉米啊，抢土豆啊，就干这事啊。我不说了吗？你在城里，但凡一天给他100块钱，他怎么可能跑去抢玉米呢？抢土豆呢？那玩意儿也不值钱。不是抢是捡啊！有很多人没种过地不知道，大户啊，他收割完之后啊，他特别希望别人把他那个已撒的玉米、那个黄豆啊、马铃薯啊给他剪掉，不剪的话会影响他下一季啊种植。你要不剪的话，他只好打那个除草剂，打那个药物除它，所以他宁愿别人去剪。对，他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用给你付工钱，你剪了是你的，你把它剪干净。那好的农村妇女她愿意啊，她在家没事干，她剪一天能剪个20块钱，那东西啊，捡回家自己吃啊。本来这是一个，就像那个，这是一个叫什么生态系统，相得益彰。但是由于这个捡的人一多，秩序乱了，捡变成抢，对吧？大家乱来，变成这个本来是有序的啊，明白了吧？有很多人在农村不懂啊，喜欢胡说八道。那些大户是希望人家去捡的，但是希望有序捡，别抢。你更不能抢人家收割机下的，对吧？你要捡那些没割干净的，撒在地里的，他希望你把它捡干净。你要农村里请一个人啊，给你干一天活，你最少的给人80块钱。你让人家捡，你不给人家钱，那实际上大户占便宜，因为他捡一天的豆子不值80块钱，顶多值20块钱。这个说的有点远了啊。我们再看现在各地啊，虽然这个工具箱里已经没有工具了，但是还坚持啊要救楼市啊。你看这个媒体报道啊，10月19号说这个湖北一地个人购房最高补贴4万块。这个是武汉市经开区啊，说在加大刚性住房需求补贴方面，2025年10月1号到12月31号，以商业贷款形式在经开区啊这个购买首套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可分别享受初始贷款金额1%、1.5%、2%的贷款利息补贴，每户最高补贴额度2万元、3万元和4万元。补贴将在2年内等额发放，贴息，按揭贷款我给你贴息，这个力度不够大啊。这个中国经济报报道啊，说广东一地出台限佣令，鼓励房企让利购房者。近日，台山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出台就是救市措施啊，明确要求一手房交易佣金比例严格控制在房屋
交易总价的3%到5%范围内，全市48家房企、57个在售楼盘积极响应，共同签署承诺书，加入降佣行列。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新房销售，你给这个中介机构啊，你少给点佣金，把这个利啊让给买房的人，就这意思啊。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